台洋流下晡发布陆上警报，这警戒范围包含花莲、台东、高雄、屏东，因暗开始就落雨，明仔载规天影响台湾上激烈。有美国专家伫咧分析讲，这洪都拉斯可能伫咧大选了后会含台湾开互邦交，但是政府就表示讲符合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尊严为原则。台中北屯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伫厝内面用棒仔水，佮再点火伫咧烧海棠，所来引起火灾，加在消防人员赶到为无造成意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 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风台消息，讲到这中度风台洋流咧，这速度有变较紧，往台湾的东部这个方向过来。那下晡气象署又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这警戒范围包含着花莲、台东、高雄一个屏东。因暗开始呢，就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开始伫咧落雨。那明仔载规天呢是影响台湾上界激烈的时阵，真侪农民已经事先伫咧做准备咯。那讲到宜兰的东湾这伫下晡时阵就已经预防性的收园，那这鼓山岛呢也被封岛2天。目前台东县已经宣布明仔载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总有上届新的消息会继续提供给咱的观众朋友。洋流风台渐渐挖进台湾，宜兰东湾一个装置艺术史努比亚开始受风。拜日下晡6点开始已经成风园，鼓山岛嘛是已经成封岛2天，农民无用风帆，因为3成葱仔当地采收，农民赶紧去葱仔园铺稻草，希望减少农作物的损失。你若无甲绑起来，没有把它绑紧的话，台风来的话压掉，雨水也搁压落去，迄稻草就会较紧沤。镜头外看，云林县水林乡顶个月当那时风台来时阵，甲一寡老旧厝的厝顶拢吹了了，有一寡居民的厝，甲即马都还未完成重建工作，即阵搁爱面临洋流风台侵袭，真正是真无奈。风台搁要来啊呢？明仔载要搁来啊，嘛会烦恼啊，因为看嘛袂好咧啊。搁下年咱会坏呀。2礼拜前，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已经造成水林乡真侪所在淹水，有一寡地势较低所在淹水超过50公分悬。所以这届因为洋流风台要来，乡公所已经整备39台大型抽水机要来营运。针对这一次洋流台风的来袭，我们水林乡乡公所也准备了39台的抽水机，以及中午会有300包的沙包。会运送到公所，提供给民众来索取。因为中度风台洋流快速移动，挖进台湾东方海峡，毋但强度增强，暴风圈完后扩大趋势。气象署下晡2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预估拜三影响台湾上激烈。可能拜三中昼即卡到登陆台东附近，警戒范围包括华东加中南部地区。陆上警戒区域，从原先的在花莲、台东、高屏地区之外，这一报也增加了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而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则是包含了台湾海峡、台湾东半部海域以及巴士海峡。气象署提醒，拜日暗时开始，大台北、宜兰花莲东半部就会开始落阵雨。拜三东半部加其以南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也是大水雨等级的降雨机会。但是风力方面，气象署已经发布台东地区红色强风警报，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风力12级以上，也是阵风14级以上的发生机会。各地沿海完有平均风力9级，提醒民众避免去海边啊、甲山区活动，提早做好防范风台准备。记者采访报道。过了这个风台洋流照推算呢，会对花莲、台东来登陆。即摆也惊讲，这花莲的马太安溪，这水头会崩山湖会规个崩落来。这时阵已经甲水尾居民预防性撤离咯，有259户690个人。那台东方面呢，饭店业者也准备沙地也用铁布甲这窗仔门搭起来。另外，金城武树也已经固定好势，要进入这防止风台停事啊。在马太安溪下游已有工程人员到场准备监测水位，就是因为上游的堰塞湖在微怕台风后土石加剧崩落，虽然距离下游住户有11公里远，但就怕这次台风的大量豪雨还是会有安全隐忧。花莲马太安溪的顶游伫顶个月形成的崩山潭，都惊发生强降雨有淹漏的风险。中央成立警戒小组，12预防性撤离水尾民众超过600个人。我第一次碰到啊，是很不方便因为家里有2个重残的，强制撤离啊。是内政部部长直接下命令的，不行，也是要抓走了。
就是这样安全问题，也不能说留下一个出了问题啊，那就麻烦了。讲好乡公所的人员紧急甲村民撤离，军方嘛派车到甲因再送去安置所，嘛影响明利村嘛开始撤离，因为真侪年前就捌发生这帮山弹绑起造成死伤，好真侪人是真烦恼。水利署和乡公所的人员是加紧脚步去沿岸来勘查，而且踏太空包来防灾。都很担心啦，他是说比较低洼的，靠近公寮、靠近那个水位的。我们比较怕。在东岛进前，华东地区虽然日头是真大，但是在台东绿岛迄边，客轮早起嘛开始的航次，差不多1200游客登来台湾。中岛过后是宣布停赛。提前回来。提前大概多久时间？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游客旅游的心情拢无啊！台东当地的观光名区金城武树嘛启动风台措施，就今2014年7月卖着武风台精选国定演，会因为风球头壳倒去。也不希望说影响游客的兴致啊，可是毕竟安全才是重要。7日8的西南气流真正互大家都应该足惊的。台东市公所是准备一大堆沙包，互民众来领。轿车、奥多摆是摆到路长，雄雄警车出现，原来不是要来疏导交通，是管区的警察烦恼讲会连派出所拢淹水。饭店的业者赶快唔敢大意，除了沙包准备好，汤阿门嘛拢用大补大好。其实雨还好，但是大部分我们就是怕风，所以我们有一些机器，就是说因为半露天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就是防潮啊，就是覆盖的方式。这风台洋流登陆的位来看，华东地区第一个受影响，13几天甚至是风雨上明显的期间，都惊伊的雨势会造成灾情，民众把握时间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下晡发布了上警报，这高雄、屏东拢是警戒的范围。不过，这山区高台还佫真侪所在是还未开放。高雄市政府是赶紧安排23台发电机送到山顶各部落，避免失电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来看做这屏东的三地门大社村，这车路长期佫在失电，台电是赶伫咧风台内进行恢复电力，也派人还佫大型机具伫遐待命。这里，你如果要100、200同时使用。就要切到这里。工作人员详细甲大家了解发电机的用法，因为高雄山顶这摆大水洪灾区甲单也未完全恢复，现在佫有风台来加。市府行到时，若撞到路未通，佫失电恶抢修。12紧急采购23台发电机送去柏林、桃园甲南马社，确保民众的生活需求。它的功能就是在停电的时候，可以让部落至少还可以手机充电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用电的紧急用的，还可以持续的在运作。高雄送发电机避免山区失电恶联络，离屏东的山地门大社村这边出入的主要道路，并转绿线有真侪搭已经绑甲无成路，因为部落内底失电，而且佫有10外几民众伫遐。车袂当过，台电员工都换用布链的方式派电线就去抢修，总算是赶伫风台内进行完成抢修。已经将149户的停电户全部复电。另外，杨柳台风汹汹来袭，那台电公司已经准备好了人员机具，并分布在各行修据点。另外，恒春半岛以及小琉球也提早派出工班。前往准备抢修。我有跟上面的村民在联系，这几天或是不是下午就是明天看看他们能不能移清回到我们那个里那里基地这边来移清，会比较安全。风台陆续警报已经发布，高雄、屏东拢是警戒区，山顶的平转绿线抢修工程已经暂停。离伫山脚的3德管制所者是派出大型机具来清水沟。趁风台入来进程来做加强，毋望减少灾害发生。记者柯秉哲、柯家祖、柯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咱进前在咧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11月要举行总统大选。最近美国有专家在咧分析讲，这洪都拉斯和台湾可能有机会来重新建交。咱的外交部表示讲，会继续关注这洪都拉斯的选情发展，也依照符合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尊严等原则来做安排。咱国前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要伫11月举行4年一届的总统大选。那美国南美问题专家最近投书到英文的新闻杂志《外交家》，分析洪都拉斯可能甲台湾重新建交的3大原因，包含中国的经济援助是一场空，白虾出口是降67%，真侪为在野党候选人表态甲台湾恢复建交，也希望甲美国修复关系。自由党的候选人纳斯拉亚就捌承诺，若选赢，就会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并且谴责中国白下洪都拉斯。国家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也讲，若当选会带领洪都拉斯疏远中国，亲近台湾。
现任总统卡斯楚所属的自由定建党，即届是派现任的国防部长门卡达争取继续执政，但是伊还未表态，敢要甲台湾恢复建交。那洪都拉斯一直传出乌西歹代，加上民调显示，敢若10%的民众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好的情形之下，自由定建党方认为连任的前景无乐观。不过反对的阵营分裂，互局势充满无确定性。目前上新的民调依然呈现三大主要的政党分裂的状态。外交部持续关注红国的总统选情发展，我们会依照我们就是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然后维护我们的国家尊严。那后来来探讨说双方未来关系发展的可能。咱外交部表示，对会当提升台湾国际地位、扩大外交空间的任何可能，都以维护国家尊严，并且平等互惠关照来注重。因为对于洪都拉斯调查人士，也拢有保持沟通的管道。任何一个候选人他在竞选时候讲的那些话啊，等到他真的进入政府之后。看到自己的债务100多亿美元的债务这么高啊，他也许就会改变主意了啊。我们觉得要思考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今天从中国要求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今天要跟台湾复交，他会回头跟台湾要求的。学者指出，过去伫洪都拉斯的选举当中，含两化的外交情形，通常是以政治语言较济，也可能是候选人向中国邮票的策略。对于相关的讲法，应该保持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南海局势紧张，这菲律宾的海华防卫队昨有抛出一段影片，因为巡逻艇苏罗安号伫咧黄岩岛海峡撞到中国的海警船和中共的飞弹驱逐舰桂林号，这两只中国船呢竟然甲一掠，不过这中国海警船却去弄到因家己的桂林号，这款的绕开带呢，这中共南部政区虽然无对外说明，有学者是认为讲，将可能会用同一招来威胁咱的东沙群岛。外面的这边有中国海警船伫后壁对调调，倒边有中国空5-2D 飞弹驱逐舰桂林号。两只中国船是对菲律宾海华防卫队的巡逻艇苏罗安号酷肉，画面是真惊险。中国菲律宾伫南海的黄岩岛海峡是发生冲突，菲律宾海华防卫队11伫面册发出影片，讲苏罗安号面对中国海警船和中国军舰桂林号甲夹起来，落尾是成功脱离，无想到后一秒海警船弄到中国军舰，弄甲真大声。Should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we are will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对司法的相片会当看到海警船的艦首是严重毁损，桂林号的船身嘛有挨到的伤，飞船虽提供救援，但去马尼拉全员拢得到勋章。那这一次的做法，其实只是伤害到他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外，那也展现出他们在面临这种海上冲突的这个不稳定性。含菲律宾迄边肯定军员维护海峡、保护渔民，中国南部政区对因家己的军舰互相去弄掉，是完全无讲到。敢若只讲菲律宾用迄阵运补做理由，硬要弄入去黄岩岛海峡，或者分析菲律宾用透明战略掌握公事权，包括中国操作人地战。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或许我们现在也可以及早先预做准备。碰到这种，那是不是简单讲，碰到这种团，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心里有准备就跟他撞上去，然后来展现我们对所谓的这个为我们自己海权的维护的这个情形。针对中国在南海进行极限压迫，想要来协助菲律宾，学者警告讲，无排除中国嘛会对咱的东沙群岛用出同款的手段，考验海巡以小博大，守护主权。记者综合报道。维护国家的安全，这国防部上近在9月会提出着特别预算，规模可能就是7000亿，会摕来买这无人机、无人艇，还有火箭炮加飞弹。国防部的副部长毕鸿飞强调，会按照地缘威胁，还有实际需求来编预算，相关作业还佫伫咧进行。台海无平静，国防部第10日发布，真确强起14台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正立北部、西南加东部空气8台次。高结合强舰5台，指挥了台。国军为着要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达到总统热清调宣示的国防预算占 GDP 3%以上。相信9月立法院新会期会提国防特别预算，谈讲规模有到7000亿。我们遵从我们政府赖总统的指导，我们会达到3%。那至于说特别预算的内容，我们会依照敌情的威胁和需求，逐列编列。那所有的情况呢，现在还在
作业当中。对这边军国的项目，陆海空三军拢有提需求，通讲陆军想要买 M109A7自走炮，国建想买海马士多管火箭，增加买 Altius 600MV 无人机。海军是想要买拖式2B 标准飞弹，可能也买中国研研发的快机无人艇。也那空军本来想要买一度的有经机，美国不爱买，所以嘛转买爱国家3型飞弹，甲 Nations 航空飞弹系统。前3年是快速筹获。那后面的4年呢，有包含了建构生产能量，以及预留了相关的时间，万一有一些 delay 的情形，所以这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是7年期。我们至少可以多一点预警的时间，多一点的空袭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预前知道。那这方面的科技，这方面的飞机，如果美国有，我们就应该积极去争取，因为这比较务实的去针对我们的国防有实质上的帮助。王定武讲，这边的国防特别有算，重点是伫咧和台湾有提供防空的能力。林百祥讲，除了采买武器装备，也应该评估战略物资的需求。后续是否会跟随美军采购 M109A7自走炮？毕竟它是采用新式的底盘，具有更好的越野能力，同时它的这个炮兵的射击指挥系统也高度的自动化，就是可以进行更快速的连续自动射击。或者讲，国防部编的特别预算，欢迎国军的战略整备，方向是无对称战略，主要采买精准武器，和台湾伫1-2年内面就当快速形成战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屯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伫因厝内面的全体网仔水，搁再点火，讲安尼是要来对付害虫，却引起火灾。加在消防人员赶到违拍火炮造成意外。就化学老师表示讲，真侪高压管仔内面底就是加速，点火是真危险的。消防人员赶到这个透天厝，赶紧救水线，甲火拍花，嘛掉伫内底查某人嘛，互人救出来。啊，不过居民讲到意外发生迄当时，也是心惊惊。一嘣一声，啊嘣一声了后吼，啊厝边隔壁人走出来看，啊看哦，那烟直直走出来安尼。12早起11点外，台中北屯区鲁顺路的民家向抢火分，消防人员出动4个分队，拢总30人去现场。因为捌传出有人掉伫内底，各家现场拢是连栋透天厝，警消唔敢大意，赶紧先救伫2楼等待救援的查甫人。伊事后甲警消表示，当时伊使用杀虫剂，煞引起火灾。他是说，就是他拿杀虫剂在房间里面在喷那个昆虫。然后不小心，他又使用打火机把那个旁边的杂物给引燃了，造成这个火灾这样子。化学老师表示，高压喷管伫生活运用真看真济，大部分是用液化石油气，甲少需要的液态物甲喷出来。啊，不过液化石油气当中含有一寡可燃性的有机气体，像讲丙烷、丁烷，比例嘛是上济。它不同的类型的高压气瓶，它会配合不同的气体去使用。那只是刚好杀虫剂它选用的会是这个比较常好取得的，叫做液化石油气。化老师表示，这个气体喷出来了后，拄着高温，较会引火。使用时阵应该离火源较远咧，用完的高压喷管嘛应该甲内底的气体喷完，互管仔内外的压力共款，才会当避免爆炸意外。记者采访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伫咧车路撞到这救护车，一定爱先留意。这高雄发生一站救护车和轿车相撞的车祸，今透早2点外呢，一台救护车载患者要去到高医，车驶到林心1路迄带时阵，却和一台轿车相压，加在是无人受伤。警方表示讲，双方拢无食酒。虽然讲轿车这边是青灯，不过也是爱让救护车这部分的轿车也得爱食罚单。监视器翕到轿车伫车顶的时阵，经过这个路口，但另外一边路口的救护车驶真紧冲过来，双方随去弄掉。因为我没有停车在往前，然后但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减速的，我这边刹车。救护人员赶紧回报，也确认车顶的患者无受伤，赶紧和另外一台救护车接去送病院。发生事故的救护车慢慢落来，因那轿车是正后边的车身受损。代志发生伫12半暝2点左右，一台属高雄市消防局城兴分队的救护车载着患者同要去高医就医，但是经过城兴区林心1路和六合1路路口的时阵，甲车中的查甫人以驶这台轿车去弄掉。刚开了，就开过来，他们刚有点快，没注意到他。哦，是救护车正好要那个。对。还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我没注意。我没注意，你是绿灯嘛？哈，绿灯直行嘛？对。警方初步了解，这台救护车伫咧执勤的时阵，有照规定开警察笛仔和警示灯。也车中的查甫人虽然是车顶直行经过这个路口，不过因无让救护车，嘛是依法爱红罚。自小客车沿着六合一路往东直行时，未注意到救护车沿着林森一路往北直行，后续张染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2项，未礼让救护车告发，幸本次交通事故无人受伤。警方表示讲，双方拢无食酒赛车的情形，除了依法对车中的查甫人来裁罚，确实的肇事原因刷落来卖继续调查厘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然后看到这新德县的新埔有一间狗仔园，传出讲这个负责人甲民众摕5万块要来斗照顾这个狗仔，不过却把这狗仔长时间关伫笼仔内面，甚至互狗仔活来饿死。警方甲动保所的人员去到现场勘查，发现讲有10只狗已经死伫咧笼仔内面，赶紧甲村的狗仔带回去动保所照顾，嘛会通知这负责人到案说明。互人关伫笼仔内的狗仔，每一只拢有够瘦，对内底继续行，佮发现有的狗仔已经呱呱高死。初步看，大约有10只，现场唔那环境太高，闻起来是有够臭。交给他2只狗照顾，一只5万元，一只是大白狗，然后一只是那个大型的米克什虎斑犬。然后他想问最近的狗狗状况，然后对方一直都避而不谈，然后也不让他们上去喂狗看狗。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发现是这个惨况，而且那个现场你们有看到，就是饲料是非常多的，而且也都没有过期，但是那些狗狗们却惨死在饲料旁边。这是新德县新埔镇一个狗仔园，传出负责人用一只5万块的介绍来帮忙民众照顾狗仔，却长时间把狗关伫笼仔内底，若无好好照顾，甚至佫无饲狗仔食物件，实在真残忍。有10只狗死亡，然后50只狗有受伤。我们后续会再调查有关这个狗园狗场的主人是谁，那我们会依法办理。那目前已知的资讯的话，它可能触犯动物保护法第25条，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200万到20万的罚金。新德县动保所目前先把其他的狗仔带回去动保所照顾，后续会进一步通知负责人到案说明，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针对着台美关税谈判的问题呢，因为政府无讲清楚，讲这20%是另外加起来的，引起批评。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表示，引起5会议的检讨。也那产业界也呼吁政府讲，政府伫咧保护这半导体产业的时阵，更加要援助传统产业来度过着关税冲击。出席创投年会，总统赖清德讲，支持新创都是提升未来国家动能，也讲到希望强化国防自主，注心伫无对称战略。我认为国防自主是非常重要。那台湾没有计划要改变现状，台湾也没有计划要去威胁其他的国家，从来都没有。我们只是想要确保和平。出席企业家嘛关心台美关税谈判进度，不过进前行政机关无说明关税是搁塌起哩，外界一直批评。行政院长杜永泰昨日表示，对引起5会会好好检讨。郑丽君的记者会只有传达一件事，就是呢继续努力。那我不晓得过去4个月你到底有没有在努力，不要叠加关税。不只是叠加关税，还叠加惊吓农产品。跟汽车产业，美国都可能会对我们有要求。他们去谈判的过程里面，比黑箱更黑箱。在野党委员们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如果还在谈判中，就把所有的底线都揭露的话，对于后续的谈判，到底是明智的还是不智的？朝野持续论战，不过除了目前台湾面临暂时性关税20%个塌起哩，海外大商影响更加大。巴西现在问题是比较严重，因为受到政治的干涉的关系，所以又被多加了25%，就变成50%。然后哥伦比亚呢也是被加了25%。贷款的信保额度上面，我们从过去的200万要提高到同一关系人300万。
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一个30万美元的专案。交易会指出，台商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制造业，所以承受真大的对顶关税压力。交易会宣布，甲海外信保基金开办纾困方案，希望会当提供资源降低台商的冲击。记者采访报道。江总今仔日声明就指出，讲咱台湾防扣20%的关税是凭日本、南韩是搁较悬的，会影响咱台湾产品的竞争力。因是呼吁政府呢，应该爱维持稳定的汇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透过暂时卖来起电钱等方式来减少冲击。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对顶关税暂时是20%，但是这个加上废品原地税率，等于是台湾的对顶关税是20%加1，让经济产业受到大冲击。美金变增加，而且又加上这个，所以他们就好的。我们每天跟那个美国客户在沟通，但是他们也是一直说没有，还没有。就买家来讲的话，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来替换，当然会要求供应商这边呢，跟 buyer 这边呢来分担这个所谓多出来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成本，但是这个都还要再谈。我们要赶快转型，这样才可以去因应整个就是关税带来的影响，然后提升我们所有制造业的就是竞争力。观察各产业的关税。纺织品原底是10%到20%，加起了后是30%到40%。脚踏车对原底上加5.5%，加起来可能上悬到31%。塑胶的税率对上加3%，加起了后上悬是26%。光具机对4.7%，优悬到24.7%。农渔产品也对免关税，优悬到20%的税率。消息出来，包含纺织、电机等类股，呈现较少的趋势。台股大盘也震动，形成24000点的保卫战。因为进前美国表态，开放市场是关税税率要继续降落去的必要条件。以台湾来讲，若针对美国开放市场，包含农渔产品、汽车、保健食品、还纺织品，拢会受到大影响。这款产品的关税税率真济是10%到30%。政府在这个时间点呢，想办法让它不要倒闭。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低利贷款给他。让他能够撑过这个时间。那此外呢，赶快加速的跟美国进行谈判。江总12对外发新闻稿表示，目前咱国加起来关税税率是比日本、韩国较悬，呼吁政府维持稳定的汇率，扩大信保基金，增加对中小企业融资，电池暂时卖起，先卖扣碳费，搁扩大纾困，才会当协助产业度过这个危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积电董事会今仔日是第2天，业界也传出讲，在台积电呢已经通知到电源 IC 设计公司的客户，会把最后一座6寸晶圆厂收起来。台积电是回应讲，决定未来2年内会退出6寸晶圆制造业务，来拼这8寸晶圆的产能，提升营运效能。台积电唯一一座6寸晶圆厂是伫新竹的竹科，不过市场却传出台积电有可能把6寸晶圆厂关起来，转做投入先进制程。台积电发声明回应讲，决定伫未来2年内一步一步退出6寸晶圆的制造业务，持续精并8寸晶圆的产能，提升营运效益。这个决定未去影响到进前公布的财务目标。未来就需要主攻在目前呢竞争对手比较无可取代的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的一个业务，所以相对去做一个取舍。那么特别是来切掉有关于在这个6寸厂的部分，乃至于在先前，那么也收掉在氮化镓的一些业务。台积电伫竹科的6寸晶圆厂，一个月产能差不多是8.3万片，占总产能是无到1.5%，占营收的比重差不多是0.5%左右。主要应用伫高压制程，包括电源管理 IC， 会当做智慧型手机啊，还有电风和手提电脑等产品。以台积电目前制定的布局来看，包括伫竹科和南科的12寸晶圆厂、和8寸晶圆厂，还有6寸晶圆厂和几个先进封测厂。在客户订单的移转上面来做的话，那最有可能的是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台积电将它自家的这些原本在6寸厂生产的客户，往12寸晶圆的方向进行移动。这些客户转给子公司世界先进代为生产，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台积电对11开始举行2天的董事会，按算伫12月暗仔来公布讨论的结果。对日台美的案情，对美国的投资干要国家，安怎来平衡国家技术的保护和客户的信任，拢是这届的关键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一
疾管署公布，这10年来头一个暴食关坤病带病入境，是一个北部50多岁男性。4月时阵呢，伊要去到中国新疆旅游，有摸到羊仔含马了后无洗手，等下到台湾就发病住院，目前已经是平安出院了。另外，国内也出现最近这3年来的头一个兔疾病本土案例。疾管署是提醒讲，这2种病拢是人和精神啊，拢会感染到的病，避免去接触到野生的动物。中国新疆开阔草坡啊，真侪介意大自然的游客爱去，可以当亲身体验放羊啊、骑马的生活，毋过爱细意，毋能去染到暴食杆菌病。一个住伫北部50多岁本国籍的查甫人，今年4月去新疆旅游，捌接触羊啊、甲马，倒来台湾了后，7月初出现发烧、畏寒这症头，就以5届才确诊感染到暴食杆菌病。疾管署表示，暴食杆菌病是一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潜伏期上长有5个月。这原来是国内最近10年来头一个暴食杆菌病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如果有到布氏杆菌的一个病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地区呢，要避免呢使用一些没有煮熟的一个肉类，或是没有消毒过的一个奶类。另外，国内嘛发现最近3年来头一个兔热病本土确定病例，个案是住伫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本身有真侪项慢性疾病，7月中出现发烧、规身躯无力的症头，就以抽血检验才确认感染兔热病。疾管署讲，兔热病也是人畜共通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野生兔仔甲蚕翅等，若是感染度性较悬的菌种，致死率会达到60%。如果是吸入含有这个病菌的尘土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肺炎，甚至到败血症。那如果没有经过妥善的治疗的话，这个致死率可以高达3成甚至6成。因为热热是国外旅游的大季，这阵啊，阁有未少境外移入的传染病，亲像今年非洲的马拉利亚境外移入已经累计有15例，是19年来同期的新高。所以疾管署提醒民众，出国进前会当去旅游医学门诊咨询，了解风险，并做好个人的防护，确保旅游健康甲安全。记者采访报道。最近的诈骗集团，伊是假做是监理机关公路局假电子批，讲这民众的交通违规，对民众去互骗去啊！也那公路局今仔日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呢，停止使用电子批通知，降低这诈骗的风险。公路局表示，讲这诈骗集团透过电子批，假连接互民众，虽然通报落价有超过500个诈骗网站，不过也是诈骗集团一直咧换手路。对即马开始呢，停止使用电子批通知，民众会当打电话去到监理所，或者是透过 App， 甚至是官方网站，就会当查到这些资料咯。代替产业工会指控讲，员工破病请假时阵，因为无附诊断证明，去互顶时界记控制，呼吁代替就要检讨内部这请假制度无统一的问题。不过代替是回应讲，一切依照上届新的规定办理，不会针对特定的同仁，也强调这个案件目前已经正在调查。提标语到台铁门口抗议，台铁三工理事王客徛伫队伍中，控诉家己年初因为脑饿，一直反复发现请病假，政府提供就医收据，不过主管要求员工每一次请假拢要附医生诊断证明，所以比起2日的控制，即卖还阁可能面临1大个的处分。我想说15号，那我就再接续休养1天，尽量恢复到全好。所以我当日晚上也跟副站长请假，隔日16号上班的时候，我也立刻补给了假单，还有14号的就医的单据，以及健保快易通里面的截图证明有开药，还有做内视镜的检查。但后来我发现，在差勤系统便批次的不同意，全序部非常明确的写到，只要是合法的医疗机构开出来的证明，或者是医师诊断证明，都可以作为请假的依据。代替三工表示。王客咧申诉做到8年期间，这期站长是伫保护申诉员工，现场伊也提出劳动部甲专属部的函释，强调若就医的收据都应做回请假证明，呼吁代替唔通知法违法。三工阁透露，最近接到未少各地单位的反映，指出有主管社会工作原则书写人事规范。那相关的规定，我还是一样，我们就是依据。最新的规定，113年请假规则及相关的请假规定，不会针对某一个同仁。
台铁表示，这案件已经进入调查当中，任何回应拢可能影响到调查，所以无方便回应。不过，三港认为，台铁爱全面检讨一国多制请假原则，避免各互员工限制共款的情绪。记者综合报道。洋流风台伫要来，这宜兰的观光景点也开始在风灾咯。亲像东湾这是今仔暗时6点开始呢，就先停业。太平山中昼12点开始也拢关起来。也若讲这孤山岛最近这2天也拢是关起来。另外，林业署也成立着应变中心，好民众发布陆上警报了后呢，就唔通去到海边啊捡这水流茶。宜兰东湾在装置艺术史努比亚起价放掉，因应洋流风台要来，宜兰县的各风景区启动风台警备。东湾在暗算12下暗6点已经成风雨。那早上我们就针对这个史努比亚那进行消气就是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相关的一个防台作业。孤山岛今仔日明仔载封岛2日，不过早起也想要看海洋的船出船。另外，太平山园区中昼12点开始歇园，各景点风景区应用风台要来，拢在准备。你若无甲绑起来，没有把它绑紧的话，台风来的话压掉，雨水也搁压落去，迄稻草就会较紧熬。农民嘛无用咧风台，因为山生的葱仔当时采收期，爱赶紧加固设施，避免用来铺葱仔田的稻草，互风台渗甲凹去。宜兰县代理县长李木生嘛到园仔寮抽水站视察风台警备。刚刚在新闻会议的部分也特别要求各局处不能松懈，该做的准备我们还是要做准备。另外，大摆风灾过后，宜兰的海岸线拢会规个拢是大水槽。林业署下单位成立应变中心，希望在后用上紧的速度来清理海岸的大水槽，也呼吁民众，若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就袂使到海岸线来捡这大水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顶一座风台过后，南部也未重建好势，即马也个风台洋流特别来到位啊！这台南7股北门顶地区，真侪人的厝顶也去伫咧征收，在地居民是真烦恼。另外，这摆掌管气候的台南风神庙也主动举办祭天的仪式，祈求台湾会当国泰平安。趁好天，7股的居民赶紧绑绳啊，来打布棚，顶回单仔时甲整个南部地区升甲真正烂。这回风台洋流搁接落来，大家心惊惊，就惊家园豆豆咧恢复，规个搁害了了。目前那7股遮大部分百姓拢已经看布棚，有部分因为工人无够，地势沉着，有民众烦恼甲无法度困，就惊风雨来厝会漏水。因为后来迄种嘛，你布棚看不开吼，嘛共款漏啦，嘛是共款会滴啊。是啊，那无换我都无钱咧，迄打起爱可能爱伫迄30外，规间砍起来。你本来小可因为你拢砍砖啊嘛，那攀布会休啊，休起来，你去弄着包叶伞，本来小可煞变大面，也个就去较困扰。另外一边伫北门区嘛，趁风台来进前，先甲厝的厝顶经固定好势，做工的师傅嘛当咧赶工。虽然讲遮即阵伫2间学校有设安置中心，毋过居民也是较惯势伫咧家己的厝。风台入来话，拢死守家园嘛，是拢咧顾伊家己的厝啊。然后赶紧家己加强车工啊，再赶紧来甲完成迄个厝挂较无好啊。人咧讲，也着神，也着人，主事风神雷公电宝的台南风神庙嘛。主动透过传统高仪，伫庙埕头前摆天案，用50道摆出台湾的地形，叫24个节开的灯，要祈求掌管天地气象的神通保庇。那封神爷我们在拜拜也是一样，像替各位群众啊，然后各位台南市民啊，甚至是整个台湾，我们这边都有去做一个祈福的动作。进前风灾大水后，地势台南灾情真严重，这阵风台豆豆啊挖来，就毋忘祈求这趟国泰平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讲到家己当街蚵仔，因为顶届风台算是8成，早起呢，大家也趁这风台还未入来进前，赶紧去收成。一领抢收回来蚵仔，蚵龙把握时间来做处理。家己阮当街蚵仔，因为顶届风台造成8成左右的损害，蚵龙行刷落来，风台佫会造成影响，所以趁也未有风雨，赶紧来抢收。丹那斯风台砍一个，就风台放一个，我蚵仔就还差不多7、8成去啊！啊，阵若佫即个来，无紧收起来，若佫过年拄好，今年就真惨嘛。这早转来现收的啦，现采收转来。这个你咧，东港的
安尼较瘦嘞，搁较细呢。破蚵仔像蚵仔所讲，风台甲乌边仔拢吹到海去，虽然蚵仔才拄要开始大尔，即摆风台又搁要来，大家赶咧抢收，破出来蚵仔较瘦较细嘛无法度，总比拢无通收较好。大家拢会惊啦，即个做甲遐厉害吼，过来吼，足惊啦。啊，今日大家有出去抢收无？有啦，啊抢收加减啊收啊无，我本钱下足济落啊。除了蚵农会惊以外，近期因为丹那市风台造成沿海房厝受损的民众嘛，同款真烦恼。厝内拄整理好，结果海去的所在还阁等要修理，即摆风台阁要入来，大家只会当尽量做准备，希望风台大来影响莫遐尔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进前落大水雨，这屏东的农业损失是真严重，超过12000多万。即摆又搁风台特别来啊，高雄乡农会除了呼吁农民会当收的，就赶紧来收成，也强调讲财政补助会放量来认定，协助咱的农民渡过难关。啊，这心拢土啊，这土伊就大大烂。甲泡过水无效的往来摕互记者看。7月8大水雨才拄啊过，杨柳风台搁接伫尻川坡到位，伊暗算要放弃这片往来园啊，先厝叶啊塞困看卖，会使救偌济算偌济。因为原本种的拢泡水泡甲烂去，根本无再搁顶种，而且顶种风台若来，水搁淹起来，共款嘛是白了工。喂，因为未少啊，这规拢对啊。嘿，这拢无看往来啊。你看这大块的茶会流落，看水偌大，即马风台过来嘛是搁改啊。这因为这桥伤细坑啊，水规个拢满过来。屏东县伫7月28大水雨，农损总额超过12000多万，是全台湾影响上大的。尤其高树乡是北地乡镇，雨量累积上济。农民拢讲，今年风台7月吹着来，若搁带来西南气流，雨落袂停，规个影响着往来开花的时间，明年采收就搁爱前着。啊，即马后一个风台可能规规工工特别来啊，所以讲，因为阮即马嘛是拢趁好天的时阵啊，吼，阮着爱一寡杀菌的工课啦，吼，啊一寡防台的生长期哦，伊个往后延啊。因为阮7月8号开始延到7月28号，啊，即马个台风来，伊是毋是个延落啊？啊，伊一定会影响到阮的迄个蔬菜甲水果的生长的状况。屏东县政府伫今仔日有公告财政补助内容，毋过高树的农产品种类多，农会总干事希望政府申请补助的部分，会使开放全品项补助。总干事嘛提醒民众，风台要来进前，农地有蠓舍的爱耕好收好，排水系统嘛爱注意有通无，尽量甲损害降到上低。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有真侪课程拢推测到浸水式的教学，亲像幼稚园的部分。国教署呢，对105学年度开始推动台基浸水式教学，实行8年中间到今已经有350间的幼稚园参与计划，成长30多倍。对这幼稚园表示讲，上界困难的就是老师因为改变教学语言，却唔知要安怎和囡仔互动，所以要请专家来协助这些老师。我要吃花枝，吃虾米，我要吃柳丁。幼稚園甲台基加入逐天的活動內底，互囡仔自然吸收。國教署自105學年度開始，佇咧幼稚園推動台基沉浸式教學，對初10間幼稚園到113學年度已經有350間，成長30多倍。有幼稚園表示，上界困難的是老師因為改變教學語言，煞唔知要安怎甲囡仔互動。唔好嘛，透過國教署的計劃幫助，請專家來協助教學。有當時啊會袂記的，唔知影哪講，但是阮會請教老師，然後迄個環境就是有圖，吼，有迄個羅馬拼音伫內底，然後老師就做伙上課的時陣會使做伙教囡仔。經費甲因補助，問題就是伊抑佫未管事，未管事袂要緊，就是咱即馬政府這個每一間幼稚園攏有專家入去輔助，來互伊諮詢。幼稚園表示，真濟家長因為囡仔開喙學講台語，促進親子互動反應真好。國教署表示，無共幼稚園會拄到的問題都無共，所以嘛有另外委託輔導團請專家學者來開數倍課程工作坊，也有提供教材資源來協助。我們會透過團隊去幫我們去了解各園的實際執行狀況。那如果說有一些狀況的部分，我們後續應該還是會去做那個在那個控管的力度上會就可能會再增加一些這樣。
国教署表示，拍算114学年度会投入7400多万的经费，来继续推动幼稚园台湾台语沉浸式教学。嘛，希望今年度加入计划的幼稚园会当增加到400间，希望让愈侪囡仔自细汉就有接触台语的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友、新北报道。当然，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军方车入空袭加沙的这个西法病院附近，这爆棚啊，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和工作人员。根据这联合国统计，以下战争爆发以来，上报有242名巴勒斯坦记者伫咧加沙过身。就算国际社会大家拢伫咧批评伫遐骂，不过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拢讲，会加倍进攻加沙，因为因无别的选项，会一直甲哈马斯拍败为止。4个半岛电视台记者甲一个助理伫加沙东部西法病院附近的天道内底，互以色列军方攻击死亡。病院的主管讲，这件攻击事件拢总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也有1个人是定定甲当地媒体合作的自由记者。以色列军方讲，这届空袭是锁定一个叫做半岛电视台记者哈马斯小组的领袖，并且已经甲拍死。以军这种讲法，互半岛电视台强烈的谴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为2023年10月7日以下战争发生以来，至少有242个巴勒斯坦记者伫加沙死亡。ما حدث ليلة أمس كنت أنا قاعد في خيمة بجاور هاي الخيمة فجأة ما سمعنا إلا صوت انفجار نار هبت الشباب اللي حوالي كلهم اتصابوا الحمد لله أنا كانت إصابتي ردود من جريت تعثرنا طلعت من الخيمة لقيت الخيمة كلها متقعورة根据法新社报道，自从法国总统马克宏伫7月底表明伊会伫9月的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后，到目前为止，伫193个联合国成员国，至少有145个国家，超过3%的成员国已经也是计划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除了加拿大甲英国，澳洲伫11表达甲盟友美国无共的意见，嘛要承认巴勒斯坦国。Australia will recognise the righ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o a state of their own. We will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make this right a reality. 伫加沙战争持续的时阵，一直投资以色列喷射战斗机、发动机零件商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伫12表示要卖因投资的11间以色列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已经违反国际法，违背财富基金的宗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来源是真大的能源出口收益，因是全球规模上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价值差不多代表57条，伫全球投资超过8600间公司。啊，不过就算以色列去予国际社会谴责，总理纳坦雅胡伫7日表示，以色列的军队已经控制加沙差不多70%至75%的地区。因嘛宣布要加倍进攻加沙，因为以色列无法度选择，敢来当完成任务，彻底打败哈马斯。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法国上届大核能发电厂格拉夫林核电厂将因为水体规大阵，甲这冷却系统塌掉啊，暂停运转，目前还佫伫咧检修。另外，美国宾州的钢铁工厂大爆炸，上无1个人死亡，10个人送病院，还佫1个人失踪。法国上大、西欧上大，伫法国北部的格拉夫林核电厂，10日因为大量而且无法度有这个规定的铁棍子，甲冷却系统的泵不塌掉的，必须着4座反应炉临时停机。法国电力集团 EDF 讲，核电厂因此全面停止运转，4座反应炉自动停机，对设施的安全、人员的安全或者是环境拢无影响。这个核电厂本来有6座反应炉，其中2座本来就因为维修停机，即马过4座无法度振动，所以就全部拢停落来。格拉夫林核电厂附近的海沙堡是一个顿克尔克加加来2个城市之间，这几年因为海水温度升高加热情不整，体的数量愈来愈多。另外，美国钢铁公司伫宾州的一间工厂10月发生爆炸，有人不幸死亡。We did have an incident between our 13 and 14 batteries here at the Clairton Coke facility. One explosion. Obviously, this is an active scene and still an active investigation. Our employees did a great job of making sure that we went in and rescued everybody that was involved, safely shut down all of the gases and utilities, and the plant is stable.
克莱顿莲炭厂主要生产炼钢的焦炭，规模伫咧北美市排第一、第二，员工有1300人。今年已经和新日本集体买去。爆炸的炼炭厂即马已经关起来，其他部分是正常运作。附近的民众讲，伫爆炸了无偌久就闻到臭味，所以人就赶紧离开。这间工厂伫咧过去发生过几多遍意外，2009年甲2019年拢有发生爆炸案，造成伤亡。2014年是发生工作人员跋入去组内面小事的工安意外。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天气热气气，意大利呢旅业者推出可歌为止的冬季旅游，因为这内面较凉，也真受欢迎。另外，波士尼亚这中海拔山区的度假区呢，热人的时阵要开放，热天时啊，真侪游客会去遐纳凉。辣椒 BB 讲，一旦看到有袂少游客伫山洞内底咧看展出的物品，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地出现高温的天气。意大利中部城市纳尔尼，旅业者利用1979年发现的地下可歌遗址，推出旅游的行程，让游客当参观地下山洞，抑个宗教裁判所时代所设的架角，唔免伫外口拍日，热到要昏去。Allora, penso che abbiano una parte di importanza comunque che la gente cerca posti più freschi dove andare a svolgere delle attività durante il giorno, prepararsi dalle ore più calde, ma ritengo che sia comunque un sito che merita visite al di là delle temperature più afose, insomma, dell'ultimo periodo. 纳尔尼地下遗址的负责人尼利表示，虽然极端气候也影响地下土层，和山洞的平均气温有小可增加，但是也是有真侪游客来遮体凉。也那另外一个欧洲国家波士尼亚中部出名的出世景点雅库里纳，因为伫中海拔的山区，气候秋凊，也对2017年开始伫热人开放度假村，吸引游客来遮佚佗。Ljudi sve više biraju planinu kao destinaciju za svoj ljetni odmor. Razlog tome je vjerovatno zato što su temperature i do 10 stepeni niže. A svakako i vazduh je ljepši, ljepše se diše i mi na Jahorini imamo preko 20 atrakcija koje nudimo našim posjetiocima gdje mogu uživati. 除了中海拔的山区，波士尼亚首都塞拉耶夫郊区的丘拿，因为气温保持伫摄氏24度到30度，有真侪游客去遐旅游。边个国家克罗埃西亚的滨海旅游胜地杜布罗夫尼克，因为去遐体凉的人上过侪，当地佮限制旧城区的车通行的数量，并且规定邮轮旅客的数量日时袂当超过4000人。受到气候暖化影响，民众体凉的步数是百款。欧盟英国别年气候服务中心的统计报告显示，欧洲当正做全球暖化上紧的第6。暖化速度强要是全球的2倍，其中法国南部的气象站一时间侦测到41.6度的高温，有4个气象站的气温创历史新高，佮引发野火风险。保加利亚、西班牙、明德莱戈罗是拍拼控制境内各地一直发生的野火。2025年有可能成做欧洲历史以来上热的其中一年。公司新闻陈思龙编译。咱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27度。平阳金马马祖对27度到35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